喂，大家好，咁啊五一就到啦，咁啊好煩惱啊！五一放長假，但係咧又周圍都唔去得噶嘛，即係特別係國內咧塞死啊，人又多啊，景點又爆晒啊，高速又塞啊，火車飛又買唔到啊，咁啊好好煩惱啊！其實放個假俾你，但係你又唔敢出去玩，咁我其實諗咗好耐咧，一直都構思，唔係一直面對緊呢個問題，一路喺度諗有乜辦法。好耐之前我構思過嘅，就係錯峰出行、錯峰放假。咁譬如你五一放4、5日嘅，咁啊按呢個可能係舉個例，按地區分開。咁你劃分可能係東南西北咁樣先算啦。華東、華北先放4、5日，跟住下一個禮拜先到華南、大西北嗰邊放錯開，又或者你按個省份一個省隔開嚟放，卡啦卡啦跳開。咁有個好處咧就係、一來人咪少一半咯，即刻。咁你嗰個客運啊、負擔啊、景點啊、人流嗰啲嘢，即時減半啦，係咪？咁你塞車原本可能塞4個鐘嘅，咪變咗塞2個鐘咯，理論上。咁呢個生意啊、消費啊係冇影響嘅，只係一個放先，另一批就後一個禮拜先放。咁你嗰啲全部交通嗰啲負荷就可以舒服晒嘛。咁旅遊區又舒服，係嘛？咁你做生意嘅人好過做唔切啦。咁你慢少少分開嚟做啊嘛。咁啲人又玩得開心。咁我可能係譬如廣東先放，咁廣西又唔好放住，向上湖南咧可能先放啦，或者湖北錯開去。咁你廣東嗰啲人就可以舒服好多，去隔離省啊，或者跳去嗰啲未放假嘅省度玩咯。咁嗰度冇放嗰啲又可以 serve 你喎，咁係真係一舉兩得嘅。咁我真係諗唔到有咩問題。咁你特別係啲五一勞動節，有乜所謂？有乜話正唔正日啫？最緊要放假啫嘛！啲人嚟 Q 你係咪五一、五二、53？咁可能5月7、8、9、10佢都一樣玩得嘅。咁我就即係啱啱復活節嗰啲又係啦。復活節即係香港都可以用呢個方式嘅。復活節就話大佬成8萬咁樣衝出去，啲關口又頂唔順喎。咁係咪可以香港都可以試下錯峰放假，先行放一批？咁啊唔知點分啦，地區又得，人口又得，唔係即係個年齡層又得。最簡單嘅就係地區嘅，我都覺得係用地區去分好啲嘅。咁你一個地區18區，可能有9個區放先，另外9個區係後邊放，得唔得？咁即係有咩問題？我諗極都諗唔到有咩問題。即係個節日冇咁氣氛冇咁濃啊，有關係咩？勞動節5月1同5月7影響到你乜嘢？冇啊，影響唔到嘅。咁你話聖誕係咪一定要12月25咧？咁你22開始放先，後邊嗰個27、28咁係咪爭咁遠咧？冇乜所謂嘅，其實都係嘛？咁你完全係減輕個人流，減輕嗰個服務質素。咁你始終你哋自己都受惠㗎嘛，玩又玩得舒服啲，開心啲，冇咁壓迫，冇咁咪最慘你嘥晒啲時間咧，排隊坐車係嘛，好唔值嘅。咁我就係建議錯開個區域，先放後放。咁或者你都諗下有咩問題，一齊討論下。我真係諗唔到有咩問題，好嘛？OK，咁我就好想將呢個建議提出嘅，睇下咩渠道可以講俾啲領導人聽，或者講俾特首聽，係啦。OK，咁你幫手諗下，唔好笑，笑乜春笑，有乜問題認真啲諗下，會發生啲咩問題？OK，好，係咁先，拜拜。頭先我就同阿黎生講過呢個建議，咁佢又喺度笑，又好似你哋咁樣喺度笑，唔知笑乜 Q，但係又講唔出有乜問題喎。係啦，佢係講唔出嘅，冇嘢反駁到我嘅，就係喺度笑完就話，唉，等你做咗領導人先咯，咪得咯，咁啊講埋啲咩無謂嘢，咁就係佢反駁唔到我嘅，阿黎生，咁即係有機會係可行嘅，好冇？大家再諗清楚啲，諗一諗，好嘛？將呢個提議傳出去，形成一個集體嘅聲音，咁就將呢個有機會將佢實踐，好冇？
拜拜。